Hello，大家好，Channel 政府公布刊登咗行政公職局嘅通告公布2027年度即係明年嘅公眾假期，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獲豁免上班及補假日嘅日期表，梗係正啦。講緊做公務員明年農曆新年連公務員補假有5日假期。回歸紀念日同聖誕節假期最多更可以請5日半，就放足17日，你話係咪爽歪歪呢？農曆新年方面，明年嘅大年初一落喺2月6號星期六，加上年初二係星期日，將會出現2日補假，只需要之後嘅星期四、星期五請2日假，就可以自製9日嘅長假期。明年嘅復活節將會喺3月28號，而清明節會喺4月5號。適逢係星期一，重陽節會喺10月8號係星期五，意味住2個節日會有3日假期嘅。至於明年嘅回歸紀念日同聖誕節假期由12月18號星期六開始。回歸紀念日喺星期一，12月22號係冬至，而聖誕節同後年元旦都喺星期六各有1日補假，只需要請2日假，即可以放假至12月27號，共10日。請多3日半更可以放到2028年1月3號，共17日咁多。而明年嘅國慶喺星期五，由於第二日係星期六，連補假在內有4日假期幾正又可以北上尋歡係嘛？其他假期方面明年勞動節喺星期六，連補假後可以享受3日假期，北上揾下阿蓮啦。另外端午節6月9號喺星期三，佛誕節5月13，同中秋節第二日9月16號都喺星期四，追思節喺星期二，而聖母無原罪瞻禮亦係喺星期三嘅。聽咗咁耐，係咪覺得澳門好多假期呢？真係要攞定個日曆出嚟睇一睇，籌劃定明年嘅請假攻略，請定假有多幾個長假期，又可以出去玩喺度預祝大家旅途愉快玩得開心啲。好，呢集就睇到先，想支持我記得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